咁即使我一啲我唔識嘅，但我睇新聞就查到，因為今年新聞即係我自己都唔熟，我覺得好慘，即係一路以嚟就見到一個劇就金融好多嘢，所以希望藉住呢個機會，大家真係見到嘅話，一定一實多謝。咁你翻嚟其實都有兩餐，但係就會同人所以就變咗其實時間真係唔多，每一日行前早午晚餐，可能宵夜都要約，催時。但係忙得嚟，生活天下呀！係啊，即係就係要出去呢啲機會去見，有啲都可能未必約得到。所以你望下呢個，你哋影個相，即係我哋公司準備俾佢。好啊好啊，可以啊可以。因為你都支持咗佢太咁耐，係。你先幫你影相啫嘛。唔係，俾你幫我送，我就幫你影相。因為我哋公司俾佢嘅，其實。即係想做代表。係啊，你，我哋喺牛頭嗰間。